荣光尊严为雷第一，能力喜乐充满伊的殿院。地上万族拢要学了上主，要学了伊荣耀的大能力，要学了上主荣耀的名，就带礼物来到伊的面前。当上主显明的时，就拍落敬拜。这是请咱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51首，圣诗第51首，圣在，圣在，圣在，请起立来吟圣诗。请坐。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时间甲历史的主宰，阮的上帝，你用你大权能的圣手，保守阮大家平安，搁经过一年。阮的心有难得表明的感恩。甲懊恼，要献伫你的面前。伫过去的一年久，因为有你的引带束缚，互双年教会伫宣教的事工有真大的进展。透过牧区、小组、团契的关怀甲陪伴，引带侪人来归向你。上时也祝福教会所属的双年幼儿园，甚至老人福利园区、新增社会基金会，或者的机构伫无共款的所在，在执行幼儿教育，甲老人身心灵的看顾。特别你也祝福阮伫去年的12月初，顺利来完成
3至第4期宿舍甲零售中心工程的发包，伫要过来会当互园区对员工甲老人的照顾更较舒适的看顾，愿献上阮的感谢。听阮的天父，你毋但将福气甲恩惠赐予教会，也使了丰盛的恩典伫阮每一个人的中间。伫阮的生活过程中，阮常常享受人甲人和好、喜乐、亲密的关系，但是有时阮也经历到一寡误解、冲突、艰难、无爽快的事，才会互阮看见家己的不足甲软弱。感谢你通过这个挫折、困难、失志，来磨练、丰富阮的生命，互阮伫试炼中学习怎样忍耐、安静、谦卑来互相赦免，三听三怜悯。恳求你坚固阮的心智，互阮更较有勇气甲气力来面对未来种种新的挑战。恩典的主，当阮面对新的一年，教会所属机构甲国友员会团结小组在追求新的方向甲目标的时，求你赏赐阮教育的智慧，甲新的意向，互阮所计划的每一项事工，拢合你的旨意，通尽心、尽意、尽力服侍你，来互你欢喜。全能的天父，伫要过来的拜六，阮有总统甲立委的选举，恳求你帮赞，伫阮参与选举的过程中，无受到负面文宣的政治操作，以及地下搅盘的影响，互阮会当真公正顺利选出一位真正会当固守台湾、有智慧、有能力、有担当，阁有人民的领导者，来解决阮国家认同、社会失和以及两岸如何对等协商的政治问题，并且互阮所选出的立委会当勇敢讲出人民的心声甲需要，通互阮的社会更较和谐、进步，更较有公义。这是阮大家谦卑来到你的面前，用渴望的心，要来领受你的教示。愿圣神运行伫阮中间，圣化这个礼拜。阮安尼祈祷无够额，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这声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父。
即时请咱来交托启恩文伫圣诗后面25，圣诗后面25、39页。启恩文25篇，我要业目山。我的帮赞是对耶和华来，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保守你的是耶和华。即时太阳无伤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咱继续来吟诗俄罗上帝圣诗第15首，圣诗第15首，求上帝发出你的光。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咱游园徛伫来读四读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这是圣乐队要带咱来敬拜上帝，因要吟的诗是伫遮神圣的时刻。主
协商各队用真优美的歌声传咱来敬拜上帝，将所有荣耀归给上帝。这时，请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纪第37章，有2位，第一位是第37章的第1节到第4节。創世記37章第1節到第4節，雅各繼續住佇伊老爸住過的迦南地，下面記載是雅各一家人的故事。約瑟17歲的時，時常甲伊遐阿兄出去過羊，伊幫贊老爸的細姨。撇拉甲色撇的囝過羊，伊常常向老爸報告遐阿兄會歹所行。雅各特別疼約瑟，贏過其他的囝兒，因為約瑟是伊年老的時才生。雅各做一束彩色的大衣予約瑟。約瑟遐阿兄看見老爸偏愛約瑟，就怨恨小弟。無要甲伊和睦做伙。第2位的聖經是37章的18節到28節，18節到28節。因遠遠就看見約瑟，佇伊行活進前，大家共無決定要刣伊。因安尼講，迄個做夢的來啊，來甲伊刣掉。甲新屍牽入大個古井內，講伊是互野獸食去。安尼，咱看伊的夢是毋是會當實現？流便聽見因的陰謀，就真想要救約瑟。伊講：咱毋通刣伊，只是甲伊帶入曠野大個古井內，毋通傷害伊。伊安尼咧講，心暗算要怎樣對因的手中，甲約瑟救出來，送倒轉去伊的老爸遐。約瑟一日到阿兄遐，因就脫掉伊彩色的外衣，掠咧甲伊帶入一口無水的古井內。當因坐咧咧食飯的時，抬頭一看。突然看見一群以實瑪利人的駱駝相對佢咧來，要去埃及。因的駱駝排了滿滿的香料、乳香、木藥。猶大對伊的兄弟講：咱刣死家己的小弟，甲罪行暗藏起來，有啥物利益呢？不如甲伊賣互以實瑪利人，安尼咱就無需要動手刣伊，因為伊是咱的小弟，咱的骨肉。遐個兄弟聽了，攏同意。迄個時有米甸的生理人經過，遐個阿兄就對古井內甲約瑟拖起來，以20兩銀的價錢賣互以實瑪利人。這個人就甲約瑟帶去埃及。以上，願上帝的話成做咱的快樂甲幫贊。今早起，蔡牧師要帶來的信息是聖經人物系列19約瑟。聖經人物系列19約瑟，請大家恭敬來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咱要透過約瑟的生命故事，甲大家分享一系列的一個信息，要領受上帝話，進前咱同心來祈禱。是阮的主，阮感謝你的恩典，你透過你的話語，成就阮生命的幫助。主啊，阮懇求你這個時刻，你將阮的心門拍開。互你的話進入阮的生命中間，來幫助阮，也求主賞賜信心，
甲疼心，互阮会当学习你的话，将伊实践出来，来荣光你的圣名，也互阮得到利益。愿咱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对今仔开始要来看约瑟的故事。有人讲，咱的人生亲像苦海同款，是充满了苦痛。其实对某一个角度来看，确实是安尼。咱若拍开报纸一来看，每一天拢有真侪这不幸的代志发生。有一寡代志，咱根本都未赴来准备心去接受，伊就突然间就出现。比如讲，亲像前几天，咱台湾发生的这个空难的事件，头起咱拢无有记的发生，结果竟然就发生啊！有时阵，咱常常会问上帝讲，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苦难的代志？咱遭遇着人生中间的不幸，咱当然咱思考讲为什么会发生真重要，但是更较重要是讲，咱来学习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信仰对咱来讲有啥物款的帮助？咱会当安怎伫这个苦海的人生中间，我靠上帝去找到幸福的对象。真感谢上帝，伫圣经中间有真侪人物，因的生命会当成做咱的典范，互咱会当照因的脚步、照因的方式来超越过生命中间的难题。圣经中间有一个人，这个人生命实在真坎坷啦，用较粗鲁的话就是真衰尾啦。因为我相信除了约伯以外无有人比伊遭遇较不幸的。因为伊的人生伫这个平顺的时阵，突然间会遭受到困难；伫伊坚持真理的时阵，反倒会受人陷害。当伊帮助人，伊需要帮助的时阵，这人竟然将伊放袂记进。但是总是伊会当把握一寡秘诀，来互伊的人生得到改变。这个人就是约瑟。虽然要用几个礼拜的时间，对伊的身躯顶来学习安怎才做一个受祝福的人，也因为安尼，互众人因为咱来受到福气。咱要学习伊安怎伫这个苦海人生中间，我靠上帝才做一个幸福的人。约瑟是以色列人真介意的人物中间之一伊差不多是一个完美的人的化身啦咱常常咧讲伫圣经中间上界完美的人就是耶稣嘛另外一个就是约瑟。所以以色列人真介意约瑟。伊生命中间有4个真重要人生的功课，总甲伊的衫有关系。所以咱要用4个礼拜的时间来学习。第一个就是咱今日要看这个彩色的衫就是伊关系这个家庭中间伊父母教养的这个问题伊的家庭问题。第二领就是咱若继续来看，牧师有叫恁爱提醒你大家爱看咱这4礼拜中间要对创世纪的37章一直看到50章咱若继续来看后来伊被这以实玛利人卖去一个波提法将军的厝伊原本在伫遐做真好的事工，但是这波提法的太太竟然去爱着伊啦所以到尾伊引诱伊伊无受引诱伊的外衫煞叫伊脱去所以第二领衫就是伊的外袍这是代表伊生命中间拄着迄个试探甲诱惑的问题。第三领衫就是伊受人陷害了，住伫即个监牢内底，穿这监牢的衫就是无端去拄着苦难，伊免哪超越最后一领就是伊后来被提升成做宰相宰相有真大的权力。这时阵过去陷害伊的兄弟伫伊面前出现，伊免了解这伊兄弟的问题这4领衫就是人生的4个功课这甲咱嘛有真大的关系因为咱的人生中间可能嘛会遭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咱要用4个礼拜的时间来学习这4个功课。咱首先就是要来看这个第一领衫，就是彩色的衫。彩色的衫其实是代表伊的家庭问题啦，吼。咱看见着，这个时阵吼，约瑟当17岁，是伊少年的时阵。伊所成长的环境吼，是一个真特别的环境啦，吼。就是伊的老爸雅各娶4个某，当然这是当时阵这个以色列社会中间是一个平常的代志，但是因为伊生12个囝。伊个家庭中间吼，因为一寡问题吼，所以会产生真大的困境。伊就是伫即款困境的环境中间来长大。咱来整理一下吼，大概伊个家庭有出现4个真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吼，就是罪恶。罪恶吼，拄则所读的经文吼，一开始安尼讲约瑟17岁的时阵吼，伊时常甲伊的大兄出去雇羊。伊帮赞伊的老爸的细姨比勒甲色帕的囝雇羊，但是伊常常伊的老爸报告伊阿兄所做的歹事啦。所以经文中间这个少年的约瑟吼，不是甲伊的大兄出去雇羊，但是伊常常将伊大兄所做的歹代志、歹所行、歹品行吼，甲伊的老爸讲。我毋知大家看这段经文的时阵，你会安怎有啥物款的感觉？恁大概会感觉讲，约瑟之所以叫伊大兄讨厌吼，可能是有那家己白目啊，吼，家己作孽嘛吼，无代无志去做了爸啊，常常把伊大兄所做的歹代志起来，伊老爸讲。但是兄弟姊妹，无需要大家讲吼，咱会当有立场，但是咱袂当无是非对无？是因为伊的大兄常常做歹代志嘛。所以，伊为着伊大兄好吼，当去甲伊老爸讲，咱的理解就是讲，罪恶伫人的心中是真可怕吼。如果一个罪恶吼，你无小小的罪恶，你无马上来处理吼，伫即个家庭中间生传出去吼，就造成足大的问题。这是伊家庭所拄着第一个大的问题。第二个吼，就是什么偏心啦。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吼，甲咱讲雅各对遮个囡仔来看吼，伊是无真公平啊。因为吼，伊上疼啥物？上疼约瑟嘛。圣经中间讲，这约瑟是伊年老所生。其实吼，咱做老爸老母的，有时阵吼，你若有过来囡仔吼，你有时拢会感觉无公平啦。你有时你家己感觉公平，但是你囡仔绝对感觉无公平。咱看对雅各的老爸开始就是安尼嘛，对无？雅各的老爸以撒，伊较疼伊的大兄以扫，对无？但是伊的老母较疼啥？较疼雅各嘛，偏心嘛，造成伊兄弟就袂拄好嘛。这个成会遗传嘛？其实毋是遗传，这是咱人性啦。到后一代，雅各真疼这个约瑟吼，比其他的囝搁较疼。因为吼，约瑟是伊上界爱的某拉结所生。后来咱知影个拉结咧生伊的小弟吼，便雅悯的时阵吼，约瑟的小弟便雅悯的时阵，难产过身去。所以雅各就将全部的疼吼，拢灌压伫即个约瑟身躯顶，疼伊疼甲安尼无所不至吼，甚至为伊做一领彩色的衫。表示伊特别介意，这领衫吼变做伊一个记号啦。什么记号？因兄弟怨妒伊的记号，别人拢无，领伊有尔。所以，互伊大兄怨妒伊嘛，怀恨在心，甚至到落尾吼，想要来杀掉。所以偏心造成这家庭真大的问题。罪恶加上偏心，产生啥物？这囡仔怨妒嘛。如果咱若继续看咧，咱对遮无读这段经文，但是咱拢真识，就是约瑟有做两个梦嘛。伊做两个梦是安怎？第一个梦是讲，伊梦去所谓这伊兄弟拢伫田内底咧拔即个咧下即个麦啊，伊下的麦啊徛咧，其他拢来拜。伊过来，伊个无放伫心里，伊过来讲出来。伊大兄听着当然真受气啊，讲安尼阮将来要拜你哦。
后来搁做第二个梦，梦见月亮太阳甲11粒星拢咧对伊下拜。甲这个梦来，伊老爸讲，伊老爸就来责备讲：你做这啥物梦？恁大兄来拜都袂使啊，搁连我有哪来拜？所以这个家庭就充满这纷争啦、怨妒。怨妒到安怎？伊的大兄甚至要将约瑟来杀死。所以这是因这家庭中间的问题。最后，这个家庭上介大的问题就是欺骗。咱看见着，伫雅各的家族中间上介重要一个问题就是互相欺骗。雅各一世人拢咧骗人嘛，到晚年却叫伊囝骗。伊囝将这个约瑟的彩色的衫摕起来，用这个羊的血来染这个彩色的衫，但雅各骗讲你的囝已经叫野兽食呀，其实是将伊卖掉。所以这个家庭就是充满了欺骗。咱会当理解的是，约瑟就是这款的家庭中间，充满罪恶、偏心、怨妒、欺骗的环境中间长大。伊细汉的时阵，佫无法度处理这个问题，一直到伊年长，伊才会当伊做宰相了，伊才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咱这最后一讲的时阵，牧师会甲大家分享。但是咱理解来讲，这款的家庭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这父母的教养甲经营家庭有关系啦。咱唔通想讲这个问题拢未出现伫咱的家庭啊，有可能这个时阵就出现伫咱的家庭。所以牧师今仔要互大家3项建议，咱做伙来面对这个问题。第一项就是讲，咱家庭中间若出现了罪恶，就是讲有人犯错，咱要去面对。咱看见着，伫这个经文中间，约瑟常常将伊大兄所做的歹，来伊老爸讲。但是圣经中间咱发现讲，雅各较像无积极去处理啦，结果罪恶就伫这个家庭中间来生产出来。咱来理解来讲，有时阵咱的囡仔，还是讲家庭的事势犯了一点仔错误咱拢有时拢来忽略，还是来过头去宽容，要来指正。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细汉头挽匏，大汉就安怎头牵牛嘛。你细汉小小的一个犯错你若无去来纠正、来制止，到大汉了就愈犯愈大，愈犯愈大。所以对着这个家庭中间犯错的代志，咱安怎把握时机去来纠正。你唔通来讲好，你这个死囡仔等你老爸回来，你就该死啊等你老爸回来，伊就袂记一啦，你嘛袂记一啦，就无处理啊。咱来及时来纠正，互伊会当适时去改变，了解家己错误，对小小的错误开始就改变。我有一个过去有一个老师迄时阵，伊咧教我写毛笔的老师伊就老提醒讲你要有囡仔囡仔若去学校上课转来 MBK 就爱拍开看嘛，看到加一支的是减一支，那加一支来讲，毋通讲做欢喜，你趁一支转来加一支来，问讲我这支对倒来，安怎爱摕转去还人所以这真重要。你讲小小的错误了你来纠正，爱把握迄个机会，毋通袂记进。第二项，咱来理解来讲，管教的责任爱分摊啦，毋通一个家庭永远是某一个人咧执行管教，永远是啥物人咧做乌面呢？父母拢爱分摊这执行，而且标准爱一致咱来理解咱有的阿公阿嬷较疼孙对无？咱若有时阵咱囡仔咧管教咱的孙仔的时阵咱会毋甘啦，起来笑，起来占了伊即摆伊若拄着困难，拢找你安尼家庭若无一致这囡仔真歹管教所以咱配合爱参详的好势爱标准爱一致帮助这囡仔了解什么叫是非
这是真重要的。家庭中间对这错误的管教，爱及时而且爱分摊。第二项爱公平，唔通偏心啦。咱看到雅各伊处理上介大的问题就是安那，就是偏心嘛。家庭是一个讲疼的所在，但是如果家庭中间有无公平，还是讲相同的标准，安尼都毋是真的疼。一个人如果若无公平，就互伊的疼歪去、偏去，叫做偏爱。咱知影，父母若偏心囡仔就伤心啊。特别是咱即摆应该较无啊。过去伫我细汉迄个时代有迄重男轻女对无？像我的外妈就真重男轻女啦，都特别听我。我会记阵我迄阵若去找阮阿嬷来塞奶者，讲阿嬷伊就互我100箍，100箍，迄阵100箍足大钱呢伊叫阮小妹去倒粪扫，倒一礼拜互伊1箍。所以阮小妹即摆有时想着佫会来我抗议啊。向偏爱的人当然真快乐啊，但是无去用偏爱的人，就毋是遐尔欢喜，这造成家庭中间的问题。圣经咱讲，咱做代志就是爱遵守公平，常常行公义的，这人的确有福气。爱做公平，所以牧师有2项提醒。第一项就是对人无偏心。咱看到上帝是无偏心的，上帝予人的需要，无论你是甚物款的人，伊拢予你。伊都供应你，伊予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予义的人，也予不义的人，这是咱生存的需要。所以上帝无看人的外表，伊供应公平，供应咱。咱人嘛毋通对人有偏心，咱无论伫家庭还是工作场合，毋通因为咱的欢喜，对人就做无公平的判断。比如讲，咱看这人较古锥，咱就比较对伊较宽容。看伊较讨厌，就比较对伊较严厉，这是毋对的。咱爱特别伫家庭中间咱毋通对囡仔偏心啦。所以牧师有3项原则提醒大家。第一项就是，咱毋通讲啥物人爱让啥物人。讲大汉爱让细汉的，查甫爱让查某的，安尼其实拢会伤害到一方啦。毋通讲孔融让梨，细汉爱让大汉的。咱互因会当家己，我等下大家讲分享一寡原则，安怎去分配，毋通讲啥物人爱让啥物人，除非伊是自愿的，除非伊是自愿的。第二项就是毋通互相比较，咱知影每一个囡仔有无共款的特性，有优点有缺点，咱爱教会晓囡仔去欣赏学习对方的优点。所以这个毋通互相比较啦，无囡仔真正会受伤害。第三项就是讲毋通分配无公平啦，其实有上介好的方式就是你互因家己分啦，比如讲你互一个人分，互另外一个人选，就是讲一个人先去分分2堆然后迄个另外一个无分的人会当选。安尼比较会当较公平，互因知影讲对方有利益，无就是爱轮流啦，就讲你今仔日你有享受较优势，后一遍换别人，这种分配毋通互因感觉无公平，所以对人毋通偏心。第二项，对代志处理代志爱公平，咱伫处理代志的时阵爱公平公正，特别伫厝内底，所有的代志毋通有2项标准。人对这囡仔这个标准，对迄个囡仔迄个标准。咱伫中间可能有人担任公司的主管，伫处理代志顶面嘛爱公平，无偏私。安尼毋简单，会当互代志顺利推动，也当得到人的尊敬。所以对人无偏心，处事爱公平，这是咱会当学习的。最后一项就是家庭中间的这个白菜，咱看起着。这个雅各因厝内底上介大的问题，就是互相欺骗嘛。面对欺骗这款的歹习惯，解决的问题，毋是讲牵拖讲所有的人拢会欺骗嘛。啥物人拢相共其实毋是安尼唯一一条路就是爱教是囡仔诚实所以牧师有3项建议。
第一个就是讲吼，父母爱以身作则啦，吼。咱台湾人足奇怪吼，咧顾囡仔讲叫做骗囡仔，吼。啊，所以咱迄囡仔拢用骗的啊，骗到伊大汉了后，捌代志你搁来骗，吼，骗到伊拢对人拢无信任嘛。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吼，父母你要教示囡仔吼，讲诚实的话，你本身就是爱遵守你所讲的话。有真济老爸老母吼，讲真济话，啊囡仔拢无实现，囡仔当然无想要讲迄个诚实的话。所以教导诚实上较重要就是以身作则。父母无讲欺骗的话。因为圣经同咱教示就是安尼吼，圣经讲求你互虚假甲白贼离开我。耶稣嘛对咱讲，你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搁再加讲就是出伫社后。所以人来理解，人一旦讲一句无真实的代志，伊就爱接受，爱用真侪无真实的代志去圆谎。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影响整个人的命运。所以伫政治上嘛讲过吼，诚实是上介好的政策。咱看见着讲白贼的人，伊所讲的代志，伊做袂到，这咱无可能将咱国家的前途委托予即款的人，所以对安尼咱嘛理解着讲，父母嘛爱以身作则，安尼较人去影响到囡仔，因为咱囡仔拢是有样学样啦，咱来理解。第二项吼，就是咱互囡仔一个观念，就是讲品德比较表现较重要。有的父母吼，真重视这囡仔的外在表现，譬如讲成绩啦，所以要求成绩一定要到什么标准，若无就用骂用拍的，用指责的。这囡仔吼，我慢慢听过讲，有的囡仔吼，因为惊学校的成绩无好，会叫父母骂，所以就用欺骗的方式来得到父母的欢喜嘛。这拢是毋对嘛，有的做弊，有的欺骗。咱来理解讲，诚实比成绩较重要。我会记我高中吼，有一遍考模拟考吼，考了第一遍考了足歹吼，全校无到400个人吼，我考352名吼。考了这成绩吼，要处理吼，迄成绩单要寄来吼，我就想讲爱去查迄个邮差啦吼，莫去互老母看到吼。阮同学吼。有诶老讲吼，伊有办法做一个无共款的成绩单啦吼。就讲迄成绩单来摕来，用来改去copy吼，寄到因兜吼。但是阮老母自细汉到我教讲爱诚实啦吼。所以但是我对着这代志了喏，我真正去查迄个邮差，真正叫我查掉，接到迄张批吼。但是我就走去甲阮老母讲，我妈妈。我即回模拟考考了足歹啦，成绩单伫遮吼，你若看了吼，你的血也袂称悬啦，这对你无好啦吼。我讲吼，你敢会当互我一遍机会啦吼？我第二遍考了吼，我2张拢互你看啦，我2张拢互你看，你即遍先莫看吼，你看了你伤心，我嘛艰苦啦吼。我来保证我一定会认真吼，结果吼。我就真正认真诶，我第二遍考全校28名吼，我记做进步300几名吼。我第二遍真正2张成绩单拢互阮老母看吼。这其实阮老母也足尊重我吼。这是真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讲吼，咱理解成绩绝对比诚实较无重要。若过头去要求伊的表现吼。互伊变做欺骗咱，安尼你划不来啊！所以爱建立这个真重要的观念，互囡仔知影吼，品德较重要，比你的表现较重要。表现虽然爱好，但是品德更较重要。最后一项就是讲，咱伫这个万一囡仔发生这欺骗的代志，犯错了，咱教养的重点吼。是协助伊去面对伊所犯的错误，去承担家己的责任嘛。有的父母吼，会将伊个焦点放伫讲伊为虾米要讲白贼？因为你过头严厉，会互伊讲较侪白贼啦。尤其一寡父母吼，
用拍用骂，也讲一大堆道理，互囡仔惊吓，袂记即互囡仔爱家己负责任。所以咱咧教示囡仔，爱互伊焦点讲，你做毋对了，你爱为着即个代志承担责任。譬如囡仔，真侪囡仔咧甲别人佚佗时阵，别人的佚佗物用歹，你著讲即个囡仔，讲话，你也无要叫伊负责任嘛，你可能爱帮衬伊讲你即摆若别人的佚佗物用歹，你爱家己负责任，你爱用你的零用钱去买一个陪人，你甲人回息咧。这教示的过程中间，你著帮助即个囡仔成长。伊虽然会犯错误，咱每一个人拢是软弱的罪人，拢会犯错误。但是伫每一个错误顶面，咱拢有一个成长的机会。这是咱做父母爱做的代志。今仔日咱所讲的信息是约瑟少年时代所拄着的家庭问题。咱著预防这个家庭问题伫咱的家庭中间发生。咱后一遍要来看，伊伫青少年的时阵。拄着另外一个，咱可能拢会拄着的问题。愿上帝亲自透过这圣经人物来帮助咱同心来祈祷。赐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的家庭。这罪恶、这偏心、这欺骗、这讲白贼。拢会当离开阮的家庭，阮的家庭得到你的顾守，阮的家庭充满和谐，无怨妒。求主你赐福看顾阮每一人，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就是请咱。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要吟新圣诗记，咱歌谱伫咱的周报顶面第4页355首，愿当自执，甲主坐道，请起立来吟诗。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或者是坚信礼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坐道，享受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囝仔归愿意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恁囝仔着无打当打，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要喙焦因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平安，甲恁三甲伫地。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作下来对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逐生照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现在阮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主啊，阮谦卑恳求你垂听圣神来圣白阮，也圣白者摆咧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衬，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饼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当咱摕到这个饼，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的牺牲，咱得到拯救。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今日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所以，当咱摕到这个杯，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流出宝血，咱的罪得到洗清去。
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稳定，甲恁三合之地，咱同心来感谢。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也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了后，会当用阮的性命来荣光你的性命。我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就是请咱准备心来奉献，像是也要来欢迎第一遍来教会礼拜的新朋友。你若还未填写老名卡的，请伫你的座位头前填写老名卡，互阮有机会来介绍你。请这是咱准备心来奉献。请咱起立来感谢。
仰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逐日的引带甲看顾，像是阮教育的美娘，也互阮的身躯健康。也感谢你，将你生命的灵粮养饲阮的心灵，互阮的心智得到养壮。即摆阮将你所赏赐的才能甲金钱献伫你的面前，求你感纳。也求你圣神感动阮，来测验阮，来成做你好的器皿。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要请蔡主任牧师来主持就任式。咱这个时刻要来举行咱新任的这干部同工甲信徒委员的就任式，所以请咱所有的这个新的团契吼，咱有写伫这个咱的周报第6页吼，在新任的信徒委员甲新任的会长、队长、团长拢出列，咱来进行这个就任式。咱这名单有记载伫即个咱的周报的第6页到第7页的所在吼，所以咱请这所有要就任的人伫即个时阵，咱要来举行誓约。好，其他的团契的同工也是这有关的同工，咱请伫原位徛起来吼，咱原位徛起来。好，这个时阵，咱要来举行教会机构的首长的就任式。恁着诚实回答牧师所问恁的。恁有要领受教会所委托恁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也无？恁要领受这职务，恁着我靠教会的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联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本会的机构的首长，加信徒的委员。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所做，常常关心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阿门。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亲自竞选人来服侍你，成做你的器具来荣光你的性命。愿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徛伫你面前，这正当工，求你授赐因智慧，互因有气力，也有信心。我靠上帝来推动教会逐项事工，求主
互因咧推行教会逐项事工的过程中间，会当专心倚靠上帝，用上帝所互因的恩赐来荣光主、利益众人。恳求主你甲因三甲弟弟保守看顾一切。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请恁越过头吼。咱拍鼓仔来鼓励因，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看顾因。因为着咱着磨，咱着爱常常替因祈祷，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请回座吼。咱即个时阵吼，要请因有一个代表来领受即个证书啦吼，咱请上年团契的代表。咱上时即个时阵，咱嘛要来举行咱教会中保代祷事工即个代祷者祝福甲车牌，所以请咱伫即段中间有伫咧即个中保代祷事工的服侍者，咱即马请来头前。咱教会推动中保代祷事工，即马进入第3期吼。咱即期总共有61位这兄弟姊妹因利用一个因甲上帝约束的时间，伫教会中间服侍，所以即个时阵牧师要来祝福差派因。恁要接受上帝拣选来服侍众兄弟姊妹，来献身伫中保代祷事工，恁着诚实。照牧师所问恁的来回答。恁敢愿意接受上帝的赐福差派，献身伫中保代祷事工，担当祈祷的使命甲责任？恁有要安尼行无？恁敢愿意彻底遵守中保代祷恁甲上帝约束的时间？伫这期间，愿意忠心参与伫这个事工？恁敢愿意安尼做？恁敢愿意伫基督室内底的教会事工，也是个人的代祷事项，只有独独甲上帝沟通。除了已经伫教会公开的代祷事项以外，所有代祷的内容必须要别人保密。恁有要安尼做啊无？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连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本会的中保代祷事工代祷者，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的所做，常常注意关心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阿门。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你亲自呼召人来参与伫你的圣工，特别是祈祷的事工。阮将徛伫你面前，这兄弟姊妹，仰望交代伫你的手中，求主你加添因信心，甲丰盛的听心。互因伫代祷室中间所做的服侍，会当得到你的欢喜。求你保守看顾因的身体、因的心灵，以及因的家庭、因的工作，互因因为因所做的服侍，得到主的欢喜。恳求主你保守看顾，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向后转咱拍鼓仔来因鼓励因替咱服侍，咱爱常常也替因祈祷。好，请回座这是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6页，掀开周报第6页。本会消息第1，本周特别事工。新的一年，教会特别赠送会友每一户一份蔡牧师亲笔书写印制成的春联。欢迎礼拜后伫10楼走廊所处，
祝福大家新年蒙福平安喜乐。接着来看第7页，第4总务委员会消息，请各团体甲诗班伫本主日2019年校铺团票以及扣缴资料奉献明细交至高楼行政中心柯昭平主任。第5，集体关怀，恭喜本会会友林龙元、甘卡德伉俪伫108年12月21得到一个查甫婴仔，愿上帝看顾新生儿甲全家。过来，咱掀开第9页。第9页总备委员会的消息。第1，新眼光读经的分享，日期是对本主日开始，时间是每一个主日9点到10点，教室伫703教室。讲员林新佑长老、蔡佩芳长老甲黄宏明牧师。第2，听故事学圣经，日期是từ2月初2开始，时间是每一个主日9点到10点，教室是伫隔壁109号203教室。咱的讲师是康威强长老。第3，生活中的灵修操练甲分别，主题是甲耶稣同行的圣经祈祷操练，日期是từ2月初9到6月28，拢总19节的课程，时间是每主日9点到10点，教室是幼园是伫隔壁109号204教室，讲员是罗公孙、吴瑞芝技术控例。以上总备课程报名，请总备干事李素芬干事也是伫线顶来报名。接着要来报告福利基金慈善基金会的消息。第11页。2019年岁末分享年菜送到厝的活动，这是咱基金会逐年拢会办的活动，透过这个活动要来帮助经济弱势家庭功能失调的，以及住伫较偏远无囝儿来照顾的独居老人的服务。透过这份丰盛的年菜组，会当祝福这弱势家庭甲长辈有一个温暖甲祝福关怀的过年。咱计划是有72个家庭，每一户一份8个菜的年菜组，经费拢总是72000块，每一组年菜是1000块。咱会当伫10楼的走廊遐摕奉献袋来录咱感动的奉献踊跃请咱的会友会当踊跃来参与这款的活动，来帮助这个老大人伫过年的时阵，有缘会当过一个真温暖的过年然后去互咱的主任干事柯昭平主任。也是伫奉献地内底奉献也会使。这个活动到伫2002年的1月22号为止。请咱大家注意这个时间。接着有一项要补充报告的是，七情中会妇女事工部西小区聚会，时间是伫1月初7，礼拜2下午1点半到4点。地点是伫
公馆长老教会专题芳水女人，主理是潘春美牧师。遮有一个讲座，欢迎咱的姊妹会当踊跃去到伫公馆教会来参与这个讲座。以上安尼报告，请牧师来介绍来宾。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吼，叫张李秋荣律师。伫倒徛伫倒位？欢迎哈。这是前台中市长的夫人啦哈，咱感欢迎伊吼。搁第二位是徐成山小姐啊，徐成山。伫后壁面哈，欢迎。第三位是方崇宇，吼，这先生吼，坐伫迄个10楼的所在吼。还有一位是林奇爬先生，哈，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遮牧师甲大家推荐一本册吼，就是迄个咱即马有咧推动迄个每一天的读圣经吼。咱有买一本叫做《圣经充满我》吼，会当协助咱来读圣经，一边读一边写吼，来填充吼。这一本80块吼，伫外面咱会当把咱的干事来购买吼，来帮助咱读圣经，每一天啊读圣经。搁有今仔分这春联吼，1号请摕1份吼，这是牧师大家提醒，多谢。今日三个来吟诗上演510首，吟诗后请蔡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岛谢温将受差遣。